我叫童家南，现在我想发表一下关于中共党国在执政方面的一些个人观点。代表中国外交部的那几位发言人最近总是称新疆、哈萨克、西藏，甚至汉族所有的受害者们，说他们都是外媒雇来的演员，称他们演技棒，谎话连篇。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才是最会撒谎、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演技烂到家的外交部发言人。中共党国除了大举收购美国科技企业来窃取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信息外，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强国之间没有起到任何友好建交成效，反而将共产主义洗脑教育的孔子学院渗透于美国幼儿园到高中，还有受贿他国政客，收买对中共有用的人，比如收买国际世卫组织谭德赛，来同谋掩盖疫情危害的真相，导致全球传染病大流行灾难，不能拜访家人朋友，不能上学，因为疫情丢掉了工作，生意和工厂的倒闭，就连封城时门都被铁板焊死。因为此次疫情生病死去的家人和朋友，走投无路而自杀的人。然而这些所有无辜死去的生命都根本不会阻止一个正在行凶作恶的魔鬼继续犯罪，继续毁灭全球。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迫害从未停止，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蒙古人的文化教育限制，就连汉族在两会召开期间都不能上访北京。轻度违规者会受到24小时贴身跟踪、保镖服务，情节严重的直接被带走，从此人间蒸发。中共已经彻底成功地把中国文化和社会风气带入黑洞深渊，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共长期以洗脑式，通过故意混淆国家、政府、政党三者关系，将国家等于党、国家等于政府的思维强迫民众固化在脑海中。你如果攻击、指责甚至批评政府的施政不妥，那直接就是攻击国家、攻击党，甚至颠覆国家政权。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所有民众变成只关心有没有饭吃、向前看、被洗过脑的这样的居民。还有中共党国故意将中国同华划等号，如果外国一旦有个人或者组织批评中共党国，立刻就会说你反华，意思是你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也就是同全世界华人华裔为敌，故意将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外国国籍的华人和华裔拉下水。这简直就是被魔鬼附身的共产主义黑手党，更是国际跨国犯罪组织，全世界的公敌。最后中共灭亡，世界才有和平。灭掉中国共产党是2021全人类的愿望。